准入中路有录影啦，所以那个8月初时啊吼，会放去咧网络，所以恁若要搁听一个啥吼，到时会当准入中路下晡才甲大家讲一下，你会放伫倒位安尼，好无？吼，咱下晡的台语线顶资源的时啊吼，就是继续实进前迄节课，会听准入老师嘛来讲一下，讲伊这影片会放伫倒安尼啦，好无？你会放伫台语新闻来嘛？有。嘿啊，等下最后今仔下晡，互你就是你来小解一下台语新闻来伫倒位安尼啊，会当，因为吼台语新闻来是台语资源足济一个网站安尼，所以嘛请准入长老来用一下安尼，因这贡献介大安尼嘛，阮有真济资源，上面拢爱去伊迄个台语新闻来摕安尼，吼，下晡啦，吼，好啊，所以即个影片吼嘛放伫遐，所以到时啊吼，大家若有想要订看一下，是啥物物件？是讲想要小解别人看，嘛会当直接就是迄个网址去点落就会使啊。吼，所以有录下来。吼，好，安尼吼，咱昨啊，吼，昨有甲大家讲过即个台语啊，吼，咱昨早起就是讲啊，吼，台语伫台湾即摆发展到啥物程度啊？对无？台语即摆伫台湾已经是一个有路用的语言啊，对无？有实际上的用途的语言，而且对你的生理、对你的迄个啥物事业啊，是会有帮助的，对无？吼，会有帮助的，这是昨早起讲的嘛。啊，下晡就是讲啊，昨下晡就是讲啊，吼，台语是真正有内涵、有深度的一个语言，对无？吼，对伊的发音啦，吼，发音啦，对伊的声调啦，对伊的故事啦，啥物拢安尼讲有无？昨下晡，吼，啊，伊是一个真深切的语言。啊，最后就是讲啊，吼，台语啊，吼，才甲台湾的文化有关联，对无？是毋是安尼？好，但是昨讲的啊，吼，拢是较人文的部分，也是台语本身的部分。咱今日早起来讲，啊，我若学自然科学的，啊，台语对我有啥物帮助？对无？学自然科学，台语对我有啥帮助？所以，咱今日早起啊，吼，要来讲。用台语讲自然啦，用台语讲自然啦，就是讲台语毋若是甲台湾伫文化方面、伫历史的方面，吼，伫迄个人的甲人有关系部分有牵连啦。其实若讲到大自然，用台语讲甲华语讲甲英语讲，嘛无共款哦，吼，嘛无共款哦，吼，来，所以啊吼，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吼，有几个啦，吼，有几个啊。第一啦吼，第一，吼，咱要用台语讲在地的动植物，动物、食物啦，植物，食物、动植物，用在地的语言称呼啦，就是会有食物链啦。咱知影食物链是啥物嘛？就是啥物人食啥物啊，啥物人捡啥食呢？一个牵做一个链啦，对无？食物链嘛。但是啊你会发现讲啊用在地名啦，用在地的语言来讲在地的动植物，伊反映出来迄种食物链的关系啊，甲毋是在地的语言。是完全无共款的哦，我想可能大家毋捌注意过这，咱来今日早起来看卖吼，啊若有时间啦，中昼进前，再来甲大家讲一个罗马字的历史安尼，罗马字，因为甲下晡的唱歌有关系。毋过咱先来讲，若讲到若讲到 Boston 啦，咱就想到海，对吧？咱想到海，因为顶摆来我就去台面去看龙溪，看龙溪，迄个海足水。但是若讲到海的文学啦，但是美国我上介意的作家有两个啦，一个就是海明威嘛，一个海明威，另外一个杰克伦敦，我毋知影大家知影无？写迄个海龙迄个海人迄个，好，海明威啊伊的老人甲海内底有一段描写真精彩。伊讲伊过某度啦，你有看过老人甲海举手好无？好，有看有人有一台语新闻内面顶有台语版啊。哦，新闻内底有台语版啊，水。好，这个老人甲海啊，是安怎呢？伊就是讲一个老伙仔啦，伊以前是一个足够掠鱼的人啊，足够讨海。有一个少年囡仔一个查甫囡仔，足崇拜伊的啦，足敬佩伊的安尼。但是伊已经足侪年拢无啥物好的成绩出来，所以大家拢看伊无啦，大家拢看伊真无。咱昨讲的，看鸟无点，对无？是毋是啊？大家拢看伊真无啦。迄个细仔囡仔但是共款足尊敬伊的，逐工对前对后安尼。迄个老人嘛感觉讲袂当互迄个查甫囡仔失望，所以伊有一天就决心要做大代志啦，做一个大代，伊就过伊的船就出海要掠。过拢无看到啥物鱼啦，真久。最后伊就感觉熊啊！伊看到天顶有一大群海鸟咧飞啦，天顶有一大群海鸟咧飞，表示啥物意思？
下面有鱼仔啦，无海鸟伫遐无代无志飞要创啊，对无？一定是下面有物件好食，有鱼仔赞。啥物款的鱼仔你知影？吼，咱先莫讲台语名啦，咱讲华语啊，华语叫做飞鱼啦，吼飞鱼。你有看过 flying fish 无 ？flying fish， 伊毋是安尼呢，吼，伊毋是安尼，伊的 flying 是安尼，伊会当足远的呢，吼。你知影？我伫迄个台湾啊，吼，第一摆看到即种飞鱼啦，吼 flying fish 是伫迄个就是要去小琉球的船顶，哇，伊就对阮的船哦，一尾尔，飞足远的啊！我想讲伊到底哪会拢袂落来，遮厉害，违反科学哦，地心引力，地球会吸落我都来吸，啊飞足远，吼，才落来安尼，吼，伊就安，所以咱叫伊飞鱼，对吧？吼，飞鱼。好，啊伊啊吼，伊想要跳起来，为着要食好心，家己好，安尼，干嘛呢？为着要食好心，所以安尼飞起来，干嘛呢？毋是嘛，对无？无伊想要飞起来。后壁有人要甲食嘛，对无？鱼仔无代无志跳起来吼，就两项原因嘛。一个就是伊要食物件嘛，对无？一个是伊人要甲食嘛，吼。不管是伊要食物件还是人甲食，就是食物链的关系嘛，对无？好，所以吼，伊跳起来毋是安尼哦，伊是安尼足远的，吼啊，所以吼，伊就是为着要过头刀甲食，因为后壁上接来食即个 flying fish 的，吼，这华语叫做过头刀啦，吼，过头刀。哦，啊，过头啊，所以迄 flying fish 啊，吼，好，伊等下海名为老人甲海，啊，迄老人甲海啊，伊就讲吼，迄飞鱼，莫讲飞鱼，台语好啦，台语其实叫做飞乌啦，吼，台语其实叫做飞乌啦，乌鱼的乌，因为伊生做足像乌鱼的对无？所以台语改啊，佫会飞，所以台语叫做飞乌，乌鱼啦，乌鱼的乌，吼，飞乌啊，好，啊，伊就看到迄飞乌啊吼，啊，伊就足欢喜的过过，啊，飞乌怎跳来伊的船顶，你知？因为伊要落来伫倒，伊家己无法度控制，啊，伊怎甲伊掠来创啥？毋是要掠来卖啦，迄细尾鱼啊，对伊来讲掠鱼的人来讲哪有啥对无？伊就甲做沙西米安尼食，吼，做沙西米食，哦，足赞。啊，飞乌用迄飞乌做钓饵啦，钓饵，哦，钓饵，啊，来去钓啥？钓迄个会食飞乌的啥物鱼？就是咱头讲鬼头刀对无？吼，鬼头刀，啊，佮钓，真正互伊钓鬼头刀起来啦，吼。等下才互恁看生做啥款？好啦，看生做安尼啦。安尼，吼，生做安尼啦，这就是飞乌啦，吼，飞乌啊，吼，就是乌鱼的飞 flying fish，啊，这个就是鬼头刀，吼，专门咧掠迄个，专门咧食鱼的啦，专门食，伊就钓起来，啊，伊就讲啊吼，这是迄个大只鱼船啊吼，上重要的渔业作物啦，就是讲伊大只鱼船啊吼，美国人食足济哦，恁家己咧查，美国人食足济哦，吼，所以这是迄大只渔船上爱掠鱼啊，吼，因为足济，数量足济。啊，但是伊讲啊吼，迄毋是伊要爱目标啦，因为伊家己一只某肚对无？伊要做一寡事业出来，一定爱掠更较大尾的鱼啊，人才会感觉哇哦，对无？真正呢，所以吼，好飞有即个过头刀来食飞乌，啊，但是对伫伊后壁的三甲只，毋是金鱼，就是最后伊掠着迄尾啥？旗鱼。大尾的旗鱼啊，吼，马林鱼 （marine fish） 啊，吼，毋是有一个球队叫马林鱼队，对吧？对不对啊？所以吼，伊到尾啊，伊知影有几头刀了，佮用即个几头刀做钓饵，佮继续钓，有影就钓着伊迄个，伊迄尾旗鱼啦，大旗鱼。啊，但是要转来的路哩啦，迄旗鱼伤大尾啊，伊无法度甲伊摕起来船顶，伊就只好放伫边啊。啊，但是迄个老的货啊，吼。就刷鱼就来啊嘛，啊所以刷鱼怎甲伊撑甲迄尾旗鱼撑甲，伊等于划顶的时啊吼，剩骨架尔，对无？剩骨头尔。但是大家嘛是感觉，哇哦，看到迄骨架就知影，哦，竟然你会有材料钓遮大尾的旗鱼起来，哇，迄就是老人甲海的故事啦，吼，老人甲海的故事。但是啊吼，这个部分啊，甲台语有啥物关系？甲台语有啥物关系啦？吼，甲台语有啥物关系？吼，咱讲啊吼，其实你若用华语叫迄个啥飞乌啦，吼，我拍毋着，我就是飞鸟，飞乌啦，吼，无，毋是，我毋是拍毋着，这是天顶有卡莫妹有无？卡莫妹，啊，才看到飞乌，看到几头钓着旗鱼有无？好啦，啊，但是啊吼，飞乌啦，吼，飞乌，即个叫飞乌对无？过头刀的台语要安怎讲？飞乌虎，吼，来，大家倒来念者，飞乌虎，飞乌虎。那台语内底啊，特是安尼，伊有一个好的啦吼，表示伊食济，
所以飞乌虎就是专门食飞乌的，叫飞乌虎，对无吼？啊，有关即个物件吼 ，BBC 有一个纪录片吼，足精彩，咱来看觅，吼，咱来看觅 BBC 有做一个飞乌的纪录片啦，吼，咱其实，不要袂吵，啊袂吵声咧，等我。哦 Escape seems impossible. 来吼，对嘛，这真珍贵哦，这就是飞乌虎，飞乌虎， Escape seems 要 impossible. 食飞乌。 But these particular fish have a unique ability. 哇，好漂亮啊！ They're flying fish. .这个飞乌虎，哦，它也蛮顶的。这大火你看，哇，甲飞乌比起来差足济，你看。 With an extra thrust from their tails, the flying fish get airborne once more. With a good wind, they can glide for hundreds of meters. 你看，哇，天顶前有飞鸟，就是安尼。 But this is just what the frigate birds have been waiting for. When frigates join the hunt, the flying fish are literally caught between the devil 你看， and the deep blue sea. 水好气哇！好可怜啊！哦， If the flying fish get too much lift, they become easy prey for the frigates. If they dive to evade attack from above, they could fall into the mouths of the Dorado. 哦，你看水死尾来甲食。 前后夹过。有啊，足精彩吼！所以吼，你看迄飞乌啦，上天无路，落海无步，哇，足可怜的哇！所以啊吼，你知影吼，伊遮可怜啊吼，伊遮可怜，海面有飞乌虎要甲夹啦，对无？海面有飞乌虎要甲夹，啊飞起有鸟要甲捅，对无？是毋是安尼？安尼要安怎？所以吼，伊一届啊，一届啊，你看安尼，这一届内用食偌济尾去，所以伊一届放卵啊，吼，拢放足济啦。 啊，台湾有迄个飞鱼卵的迄个烟肠有无？哦，飞鱼卵，你想讲啊，哪有遮济飞鱼？你去用食遮济条、遮济尾去啊？哦，啊，哪会阁有遮济卵？因为伊定来去用食，所以伊卵啊一届放足济。啊，伊拢啊吼，伊拢放卵放伫倒位咧？哎，你有听过下蛋啦？下蛋叫做放卵，有无吼？放卵，伊放卵拢放伫倒位咧？伊放卵啊吼，拢放伫迄个海草面顶啦，伊遐有海草，互因卵夹伫海草，毋是伫海里无熟安尼吼，毋是伫海里安尼用安尼。 所以吼，咱的鱼面真巧，咱的鱼面就甲草笑，就先草笑的物件啦，吼，就是说个
沉落迄个海内底安尼，沉落海内底吼，迄个肥乌，伊就想讲吼，这海草，哪有遮大片海草，哪会遮好啦？这附近毋捌看过遮尔好诶放卵诶所在哦，遮大片拢无芳啊。所以吼，伊就拢放卵入内底啦，迄一大阵肥乌全部放卵入内底，所以伊一届收啊吼，几若千万粒卵啦吼，几若1粒卵安尼，吼，就迄个草树这个糊起来，内底拢肥乌卵安尼啦吼，所以吼，迄个肥乌，就是安尼有较侪肥乌卵免吃，因为放卵放真济，所以你看吼，这就是真新鲜诶物件。但你若用华语讲啦，迄叫做飞鱼，这叫鬼头刀。鬼头刀你就想着啥？迄头哪贵咧，你无得到什么信息啦，就一个拿刀啊边啊咧吼，有外形诶信息。但是你若用台语甲念，这只叫做肥乌虎，这只叫做肥乌，你就知影吼，伊其实是有食物链诶关系，对无？伊其实是有食物链诶关系啦。肥乌伫倒位？台湾诶倒位上济？你知影？掠上济啦，东部诶海岸。东部宜兰遐吼，宜兰遐，因为伊伫红头树、兰屿啦，红头树有迄个肥乌的祭典有啊吼，肥乌，逐年的热天就是掠肥乌的季节有啊吼。但是因原住民咧掠吼是有时有准哦，因原住民咧掠毋是像咱台湾安尼，咱汉人啊一年趟天拢咧掠，咱因原住民啊吼有一定的季节吼，几个月了，这个季节了以后你就袂当去掠，你会当掠啥？掠这肥乌吼，这掠了以后，所以你去看迄个红头树就是兰屿啦，兰屿红头树，伊逐年的热天啊吼。8、9月啊遐，拢咧拍肥乌，因为因好起来，伊掠起来以后，迄肥乌，伊就甲伊拍个打嘛，规片金黄色的，有够水的安尼啦，有够水的好，所以吼，因这对红头树的人来讲是足重要的祭典。有一个台湾的画家叫颜水龙，颜水龙有听过无？颜水龙对吧？颜水龙啊吼，伊嘛画足侪迄个红头树的景致安尼，因为伊嘛去遐看到这个，哇，足感动的安尼，盐水龙，颜水龙，好，来，所以这是肥乌甲肥乌虎，对无？另外一个 partner 叫做啥？这个也叫啥？这个台语叫啥？好行，虎形来，大家都会念虎形，好行，咱讲要食虎形，家己好啦，就是安尼啦。人讲无物件好食，要食虎形，不要家己好无？对吧？是不是安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家己去处理啊，对吧？你想要安怎，你家己去处理啊。要食好心，家己好啦。什么人家己好心？昨咱就讲到一个神人啊，对吧？昨咱就讲到一只神人啊，对吧？要食好心，家己好，对吧？应该是咧讲神人啊啦，但是嘛有另外一种动物，嘛有可能要食好心，家己好。送咧，这只叫做什么物件？你知？这我家己翕的相片啊，这我家己翕到的相片啊，啦，这只叫啥？你知？离岛有2种袂经死，伊的吐丝袂经死，吐丝就是歹势，吐丝就是伊有一个，伊会吐一条丝啦，但是经丝就是结网啦，结网，你知影？吐丝甲经丝无共款，所以我讲台语的动作，咱就讲足幼的对吧？足幼，吐丝是吐一条，经丝就甲经做一块网啊，有啊经啦袂经，有人讲是经丝啦，有人讲是会经丝啊，咧口音的关系啦，经丝经丝好，所以伊卖啦，伊卖有2种卖，一种较大只叫啥？边边安尼粗骹安尼，拉牙啦，拉牙啦，迄种叫拉牙，拉牙食啥？拉牙食加抓啦，所以恁兜若有拉牙就袂有加抓，你知影？恁兜若有加拉牙，几工仔了后就无加抓，但是恁兜现在走拉牙入面。因为恁兜加抓真济啦，恁兜加抓真济，所以拉起来走入去。但是伊会帮你甲恁兜的加抓食了啦，伊有味嘛，伊迄个味加抓闻着就拢走啊咧。所以伊一只一工会当食足侪只加抓的，伊就是遮大只伊袂食猪肚啦，伊袂食虎鱔啦，是安怎？因为虎鱔足细只，伊是要食到当时啦，对无？食到当时饱，所以伊就来靠伊的速度去食迄个加抓，有无？另外一种就是这啦，这种台语叫做虎神虎啦，虎神虎伊的华语叫做跳蛛。跳蛛就是咱伫放假内底定来看到，迄腰遐有8粒目睭有无？腰遐有足侪目睭，迄种的有无？迄种的，迄就是即种的啦，即种叫做跳蛛。这是台语叫做虎神虎，因为伊安怎？伊会跳足紧的伊超遮细只，足细只，拉起来是遮大只伊是遮细只。伊伫壁顶安尼行，虎鱔伫边伊会足紧的速度安尼，就好。伊动作比虎鱔较紧，虎鱔已经足歹拍对无？
蠓仔就好拍，雨神较歹拍对吧？因为雨神伊有两蕊假目睭，伊有两蕊假目睭对吧？啊，所以会当看足快。但是即只雨神更较紧，比雨神你有当时我迄当阵本来想要录影啦，但是伊跳伤紧，我袂赴录。你知伊跳偌紧啊？我袂赴录安尼所以拄就目睭都无看你去揪一个，然后我掠着啊！伊安尼雨神才掠着。所以要食雨神，家己服即只雨神所以我拄好翕着这所以来做大家都参。这毋是我翕的，这网络的，这我家己翕的，这我家己翕的。所以迄个这叫做雨神你知影？全世界会当住伫上悬的山顶的铜炭，就是即只安尼伊伫喜马拉雅山路伊8000外公尺上悬对吧？但是6000外公尺的所在有发现一种雨神虎安尼住伫遐，所以你看伊住偌悬，但是咱讲是伊住上悬嘛，安尼嘛怪悬，因为伊袂家己住伫遐，无伊要食啥？伊要食啥？所以一定嘛有啥物虫是会互伊食的住伫遐对吧？但是我毋知影啥物虫，无看到资料，但是我知影看到资料是有伊啊，6000外公尺，所以你看雨神虎食雨神啦。飞蛾好食飞蛾啦，是毋是用台语叫都有食物链的关系，对无？都有食物链送食啥的关系。但是你若用中文看，这叫苍蝇，这叫跳蛛，完全无关系，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好，过来。嘿，来。雨神是西方来的雨神是西方来。为什么叫雨神？为什么叫雨神？为什么是你甲好问题，我嘛毋知影。但是即个雨是伊的音啦，无一定是真正。伊甲中文无这是台语的字，台语写即个雨神，但是中文写苍蝇嘛所以我毋知影讲像即个雨，有当时是照音，我嘛毋知影。但是雨神即个物件，我家己去查咧。就是讲咱若语言学家啦，语言学家会当做的物件是第二层的。动物，就是讲第一层的动物，就是咱就叫伊雨神嘛。安怎来，阮袂知影，迄生物学家才会知影，对无但是阮会知影讲雨神虎先号雨神，一定是先号雨神，才会号雨神虎嘛。用即个食物链来号名嘛，所以飞蛾飞蛾，咱若毋知讲啥物六界叫做飞蛾，啥物话叫飞的迄个回灰，对无？会飞的回灰嘛，足成的对无？这咱毋知影，但是咱会知影讲第二层号名的。伊号飞蛾了，伊就号飞蛾虎。根据这来号，阮语言学家会当知影即个后壁演变，但是第一个安怎号的，遐生物学家才会知影。了解啦好，所以这是雨神甲雨神虎。过来第三个虎的迄个组合，即只叫做啥物？姜仔啦姜仔就是啥？山枪啦姜仔啦。你知影这姜仔偌大只无？这姜仔偌大只无？这姜仔就是安尼，遮细只安尼有遮细只有较大只是安尼啦，就较细只狗仔变大只，细只狗仔变大只安尼姜仔这姜仔伊伫山顶走来走去嘛，咱讲迄个山散啦等下才甲大家讲，有一个俗语叫做山顶是架高姜，海底是马家枪。啥物做架高就是个鸟嘛，鹧鸪鸟对无？鹧鸪鸟山顶上好食的物件就是架高。鹧鸪鸟甲姜仔山散啦若海底就是啥马家就是土兔鱼啦，恁知影土鱼啦土兔鱼鸡哇，马家就是土兔啊，甲枪白枪，白枪有即个俗语啦。好，所以伫山顶山山点啥拢足食看着，伫台湾山顶足济好，来但是我互恁看一个姜仔，我家己翕的。但我迄时看着，互恁看网络的图片对无？我互恁看，我家己去山顶翕着的姜仔，翕着的姜仔，因为我嘛是有咧爬山，这啦，我家己去山顶翕的姜仔，就生做安尼，就生做安尼，哇生做安尼，姜仔，过来过来我伫迄个玉山的登山口附近，就是山门遐附近翕着的安尼。好来，互恁看影片。伊无介惊人伊无介惊人。是较好哩啊。你看，这我家己翕的影片，我就伫遐看着伊我就甲录影我。你有看我一直行向伊对吧？我一直向伊行过对吧？伊嘛向伊向我行过来哇。就无啥惊人，袂惊人，就。嘿，哇，安尼，哇，这个姜仔啦，姜仔。好，过来另外一个，就是这，哇，伊
秘伫迄个建筑内底，这叫建筑啦，吼建筑，吼，咱的原住民因为有市，咱的原住民拢摕来做钱来写，所以叫建筑，有无吼？啊有诶城门，因嘛会摕来做迄个啦，保护家己诶砖头诶物件，建筑，啊伊就伫遐，有无？哦，这就是我去山顶爬山时啊，吼，翕到的迄个相片安尼啦，吼，翕到的迄个相片安尼。好，吼，这是姜啊，吼，这是姜啊。啊，专门食姜啊的，就叫做啥物物件？姜仔好。姜仔好，对吧？就叫姜仔好，对吧？吼，啊，姜仔好就是啥物件？一食，恁即只的花语叫黄喉雕。你若敢若看到这啊吼，你会感觉伊是足细只嘛？哇，好疗愈哦，好想摸，好可爱，对吧？是不是安尼？你若敢若看到即只，啊，你个用华语甲念伊的名叫黄喉雕。哦，对啦，你看伊的遮就是红棍遮落来吼，就是啦，有无？拢的毛，啊，其他所在有咖啡色的毛，啊，伊咧跳啊吼，那海猪啊，你知影？海豚有无？安尼，伊就是安尼跳。所以有人讲伊是山林的海猪啊，安尼啦吼。哇，足古锥的吼。但是啊吼，你看，你若知影伊的台语叫做姜仔好，你就袂想要去摸伊，对吧？是不是安尼？伊啊吼，伊拢一阵啦，一阵去，伊比姜仔较细只一撮啦，吼，较细只一撮啦，啊，伊拢一阵啦吼，规只安尼啦，去迄个捉迄个姜仔，哦，啊捉着以后啊吼，就甲姜仔按倒，你知影？啊，按倒以后吼，就姜仔的尻川啦、腹肚啦、较软的所在加入去，啊，食伊的腹内安尼。我你就知影偌粗残，你就有当时啊，咱嘛伫山里嘛看到一只姜仔好，咧捉一只姜仔。伊虽然比较细只，但是姜仔就惊伊啊，吼，所以一只嘛会当捉姜仔咧。所以吼，伊是足粗残的。所以你若有黄义良啦、三枪黄喉雕啦。哦，苍蝇、跳蛛啦，哦，飞鱼、鬼头刀啦，你看袂出因互相之间有啥物关系对无？但是你若用台语念，恁就知影讲啊吼，因有食物链的关系，一只食一只，肥乌好食肥乌啦，哦，好心好食好心，姜仔好食姜仔，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因为香港用华语念袂有食物链，啊用台语念有食物链。因为台语是台湾即个土地发出来，咱昨讲的语言对吧？所以伊咧描写即个土地的任何的物件时，即个语言拢会甲即个土地任何大自然嘛好产生关联。哇，是毋是安尼？所以这就是台语的意义啦，吼。啊，过来，吼，就是讲咱台语内底，所以咱台语内底啥物好啊，吼，就是食啥物的啦。其实佫有一寡例啦，吼，咱就无记啊。当然嘛，毋是100%是安尼啦，吼，有规则就有例外嘛，吼。就啥物物件，有一种鸟仔叫做鹰仔好，鹰啦，老鹰有无？鹰仔虎有无吼？鹰仔好，迄个鹰仔好毋是专门食内叶，所以叫鹰仔好啦，伊是较歹的内叶安尼尔啦，吼，伊是较歹，叫鹰仔好安尼。啊，有一种啊，恁知影柴鱼，吼，柴鱼，因为我家己无相片，所以我就无牵起来安尼，因为翕袂着，吼，叉烤鱼咯。叉烤鱼咱就足芳的，足爱食的对无？迄啥物物件送一寡就足好食，看要控汤啊，是要直接食拢足好食。叉烤鱼是啥物鱼做的？恁知影？煎鱼，水啦！煎鱼的台语要哪讲？恁知影？煎鱼的台语要哪讲？恁知影？帮你找。煎鱼的台语啊吼。叉烤鱼对，叉烤鱼做好以后叫叉烤鱼，好无？啊，若还袂做，规尾伫海里叫啥？你做好叫叉烤鱼啊，下一片一片啊，对无？啊，但是人一尾活活时要叫啥？你知影吼？煎鱼啊吼，叫烟仔啦，烟仔啦，是安怎煎鱼的迄个啦？煎鱼的台语叫烟仔，你知影？因为伊的腹肚遐吼，有一顺安尼，拿烟的有无吼？所以叫烟仔啦吼。啊，有一种啊吼，专门食烟仔的，叫做烟仔好，叫做烟仔好安尼。啊，迄嘛足好食，迄嘛足好食的吼，烟仔好啊吼，沙西米啊吼，哦，你看我讲甲目睭拢光起来，哦，烟仔好的沙西米嘛足好食，迄真正有够好食，因为因迄种拢是运动量足大的鱼啊，你知影？吼，有一寡运动量足大的鱼啊吼，食起来甲别人无共款，像咱东港上出名的啥物件？乌鱼。东港乌鱼。对，啊！最近即几年，东港有一项物件足有名，啊，拖罗，拖罗内行的对吧？内行，但是拖罗毋是鱼仔的名，拖罗是部位的名，拖罗是迄尾鱼啊，腹肚啦，腹肚啦，迄尾鱼啦，
哦，黑尾鱼啦，吼，啊，咱讲吐露，食吐露，毋是迄尾鱼仔拢叫吐露，是迄尾鱼仔上软的所在，迄日文会写做大腹大腹啦，大腹有啊吼，大腹，啊，迄发音就叫做吐露安尼啦。啊，迄吐露是油脂上济的所在，所以吼，你甲食落来吼，伊就伫你的喙里扬起安尼，袂输咱食迄个和牛共款，哇，迄个是吐露，啊，所以吐露足贵的啊，啊，伊是部位的名。哦，学的部啊，有批油啦，吼，还有其他，然后迄厝者你看台语听有无？迄个吐露迄集啦，有一集咧小解吐露倒一个部位安怎，气味食起来安怎吼？咱就真正无讲。迄吼，迄叫做乌昂橙，黑尾鱼叫做乌昂橙。来，我写互大家看啦吼，因为即台电脑无台语数字化，所以小可困扰，就是无法度拍罗马字，互大家知影发音，所以只好互大家对我念啦吼。啊，若有罗马字，其实是一个足方便的。来，吼，来，乌昂橙，乌昂橙，你是蛏仔，蛏仔就是鲔鱼，鲔鱼有足侪名的啦，什么金枪鱼、吞拿鱼，对无吼？是毋是安尼？因为英语叫 tuna 嘛吼，啊 tuna 所以有人讲是吞拿鱼，有人叫金，有人叫金枪，有人叫什么？吼，来，你有看过虾无啦？恁有看过？来，恁无想讲哦，迄何老师家己发明的，吼，毋是你用乌昂橙去 Google 啊吼，你用乌昂橙去 Google， 哇，太平洋黑尾哇，是毋是安尼？你用乌昂橙去 Google 迄个图片，来吃饭，乌昂橙，蛏啊，哦，那遮慢啦。好，无要紧，咱等下走，咱先讲。你知影吼，咱袂慢慢走，咱先讲。恁知影吼，迄蛏啊，迄种鱼啊吼，也是有一寡鲨鱼，有一寡 shark， 吼鲨鱼啊，伊是温血动物，你知？毋知影温血，你感觉鱼啊是毋是拢冷血对无？鱼啊是毋是拢冷血对无？但是有一寡速度足紧的鱼啊，速度足紧的鱼啊吼，伊其实伫体啊大尾啦，细尾无法度，大尾伊体内有一种特殊的构造，伊会当互伊的迄个温度啊吼，伊心脏放出来迄个血的温度，袂随着去互边仔的海水。吸去，所以吼，伊会当维持一定的温度，伊的体温会当比边仔的海水悬几啊度，迄是一般的鱼仔做袂到。但是若是迄种构造的鱼仔，拢特别紧，因为你的血愈烧啊吼，你的动作就愈紧。所以你看迄鸟啊，你甲蛇咬对无？蛇是较歹，蛇佫有毒啊，只鸟仔毋惊伊，因为迄鸟仔的手足紧的，哇吼，迄个就甲迄蛇滚啊。因为蛇的血啊吼，是会对环境的温度变化，对无？但是鸟仔袂，因为鸟的温度比环境较悬，所以伊的速度就较紧，伊就有演化的优势。所以讲这演化的优势就是伊就比咱较厉害了，对无？伊慢慢演化优势，伫演化的过程当中，伊就有优势啊。吼，温血有优势，所以吼，迄蛏啊吼，也是迄个鲨鱼啊，迄种较大尾咧食人食别尾鱼啊，伊拢爱速度足紧的啦，鲫鱼嘛会有嘛，吼，有一寡鲫鱼嘛有。啊，所以伊就会当速度足紧尔，吼好，啊，这蛏啊，吼，这叫做蛏啊，乌昂蛏啊，先做讲着这，然后东港的名产对吧？好，哦，这啦，好，所以当然这内底啊，吼，无啥物食物链的关系，但是就是甲大家讲吼，鲔鱼的台语叫做蛏啊，所以吼，台湾有足侪就是讲足侪人爱食，全世界其实拢有足侪人爱食tuna有啊吼，tuna，你以后就知影，这叫蛏啊，啊若等于台湾要食吐露，就是食乌昂蛏安尼。迄乌昂蛏的目睭，我是毋捌食过啦，我看人专工买一蕊目睭安尼，倒来料理我就听讲袂歹食，但是我是较毋敢啦，一蕊目睭。我也，请问一下，刚拄仔讲的安娜的是煎鱼，啊，我觉得安娜后，啊，安娜后的学名是啥物？中华尺春。中华。尺春，来，无要紧，咱来查，吼，华语啊吼，华语我较无了解啦，吼，所以啊吼，我是因为阮认捌遮个海洋生物啊吼，阮有咧创水，有咧diving，你知影？有咧diving，但是阮认捌遮个物件拢是讲台语。渔民袂讲华语啦，像咱的课本，来，然后尺春，然后有啊，然后有啊，尺春鱼就是下啦，春鱼就是下啦，吼，春鱼就是下啦，尺春，
春，这就是然后，生出安尼，生出安尼。啊，那烟啊吼，伊巴肚遮有一个，恁家己去查。其实恁即摆用台语去 Google 啊，吼，拢 Google 会着。烟啊好，拢 Google。是安怎你知影？因为咱台湾的渔民咧认捌遐个鱼啊，并毋是用华语去认捌啊。咱的国小的课本啊吼，拢写啥物？台湾沿海常见螃蟹 crab 无？咱看逐只拢 crab 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咱逐只拢 crab 对无？拢无分对无？但是啊吼，人因迄个国小的课本就讲，台湾沿海常见鱼类有红心梭子蟹、巨源青蟹等等。啊，我就甲迄个老师讲啊吼。无你去叫学生去菜市仔甲买一只红心梭子蟹来看卖，还是甲买一只巨源青蟹来看卖，好无？迄头家安怎甲伊讲？哦，这厉害去啊！你可能还去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是水族馆看才有哦，海洋生态馆有哦，是毋是安尼？阮遮无哦。但是啊吼，你知影红心梭子蟹是啥物鱼啊？啥物款的物件无？3点啊，3点饲啊！哇，你毋知影？哦，恁敢一只拢无？啊，恁遮的 crab 甲我遐无共，3点好来3点啊，红心梭子蟹哇，红心梭子蟹哇，我甲互你看相片，你就知影就即种啦，即种你一定知影啦，因为伊的脚趾片有3个点，所以咱叫伊3点啊啦，吼。而且你看吼，你用中文去 Google 出来的吼。拢是主色的，有啊，毋是野色的，有爱无？所以咱就讲吼，台湾无海洋文化，台湾敢若海山文化，我着啥物物件拢想着伊会食一无，对吧？所以吼，这叫做3点啊。但是你若去，你若甲学生教讲这红心梭子蟹，伊伫课本学着的物件，甲伊的日常生活是完全脱节的。有啊，你有发现无？因为伊课本学着红心梭子蟹，但是伊伫日常生活买袂着红心梭子蟹。因为伊去菜市仔无人捌下啊，台湾人知影遐个物件是甲伊讲这3点啊，这是饲仔一种啊，伊甲花翅共款是饲仔类啊。花翅知影无？花翅，知影？即尾啦，即尾就是花翅啦，即尾花翅啦，这标题什么3点？哦，对，这啦，花翅，哦，花翅啦，即个叫花翅，这叫3点啊，是毋是生做差不多？因较晚，因是饲仔类的饲仔，哦。啊，另外一种哦，巨源青蟹，有啊吼，迄啥物件你知影？红鲫啦，红鲫啦，你去菜市仔讲我要买红鲫买会着无？绝对买会着，红鲫米糕，逐个请人迄拢爱对无吼？但是吼，你若去买巨源青蟹，逐个买会着无？买袂着啦吼，来吼，你看吼，巨源青蟹，吼，你来去拍迄个华语啦吼。拍迄个华语，好，巨源对啦，啊，这个红鲫嘛，这个沙公啊，对吧？是毋是安尼？吼，但是啊，你买这买无啦，吼，买这巨源你买无，你就是爱去讲吼，我要红鲫，哇，很老啊，对吧？今仔很好起来，哇，是毋是安尼？所以吼，咱要安怎互咱日常生活物件，甲咱的自然，咱学的知识袂脱节，袂讲是无共的物件，就是你伫学校学的，伫日常生活拢用袂着。啊，你伫日常生活用着的物件，学校拢无共。要安怎？真简单啊！你用台语甲叫遐个名，教学生知影遐个物件台语安怎叫，你着连结啦，甲日常生活连结啦。因为吼，日常生活咱拢是用台语去认捌遐个海产。是毋是安尼？啥物人会讲巨源青蟹？你自细汉到大汉敢捌听过？我嘛毋捌啦，我是看课本才知影。哦，原来阮查囝的课本，才知影讲哦，原来课本学的是即个物件。啊，即个物件你伫日常生活根本讲人拢听无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就脱节了。我就讲啊，这3点啊，这红鲫，而且吼，更较趣味是啥物件？等下再讲话，更来讲上久。红鲫、菜鲫，你敢知影安怎分？还有处女鲫。红鲟、菜鲟、处女鲟。你有啦，毋知对无吼？毋知对无？吼，好来，恁知影我咧讲啥无？毋知，等下讲跳过，先讲其他，先继续甲进行落，因为海洋的物件讲袂了，吼，海洋的物件讲袂了。好来，先甲规站继续落啦。咱台湾啊吼，咱台湾是海洋国家，对无？咱昨就讲啊，海洋国家所以咱对遐海的物件认捌啊吼，足深的。所以你看中文上面拢叫做蟹。蟹有无吼？上面螃蟹有无吼？每一只都螃蟹啦。是安怎？因为看逐只生做拢共款，
所以这嘛螃蟹，迄嘛螃蟹，正水的嘛大闸蟹嘛螃蟹对吧？吼，大闸蟹啊，海里呢就叫做什么巨源青蟹、红心梭子蟹，大家拢叫做蟹，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讲中文的人来讲，大家拢生做共款。但是对台湾人来讲啊吼，迄大家名拢无共，你若要叫伊共名，对无？所以咱有红鲟、菜鲟、沙鲟、沙公、沙母，3点啊尖壳啊回翅，哦，咱有足侪种的啊，咱有足侪种的啊。我头仔讲的拢是菜市仔卖着的，拢是会食的，卖食一个更较济，哦，掠袂了，然后掠袂了，哦，反正哦，对咱来讲，大家拢无共，鲫仔、翅仔、毛蟹，有啥无共？毛蟹不能吃。毛蟹袂食是会啦，毛蟹是真水的，毛蟹真水的，嘛有咧食，嘛有咧食。大闸蟹就是毛蟹一种啦，因为真水的吼，真水的伊脚会发毛。真水的脚会发毛，为着啥？伊为着要家己当调伫溪边的迄，但是海面的无，海面所以毛蟹就是会发毛真水的安尼，咱叫伊毛蟹。啊，海面有鲫仔甲翅仔两大类，但是内底佫有分做啥物？你看红鲟、菜鲟、沙鲟，等下再讲，等下再讲，咱先来看食物链啦，食物链。恁有看过独角仙无？有。独角仙爱停伫啥物树仔面顶？松，不是。毋是松，来，我互恁看，这是我家己翕的，我家己旧年热天伫台湾翕的，吼。是那个。伊这只独角仙啦，吼，独角仙，吼，伊有两个名，一个名叫做鹿角龟，因为伊的角啊，吼，就像鹿仔的角，哇吼，鹿角龟啦，吼，你着因咧拍箭，哇，因咧拍箭，吼，哦，所以吼。这是鹿角龟啦，我其实真侪相片，若是无法度拢分享。来，鹿角龟，因为伊的角啊吼，这叫鹿角龟一个名，但是第二个名叫做鸡油龟，鸡油龟，鸡油龟啊，鸡油龟啊，吼，鸡油龟啊，哦，好。啊，啥物叫鸡油龟啊？有人讲啊，就亲像壳安尼油无吼，袂像那抹鸡油共款，所以叫鸡油龟啊吼，无遐简单，鸡油，公鸡的油。母鸡的油，鸡油，哦，但是鸡油龟啊，但是无遐简单啊，无遐简单，伊爱停伫啥物树仔顶面？即丛叫啥物树仔？你敢知？迄中文叫做光蜡树啦，会发光啊有拍蜡安尼，光蜡树。但是台语叫啥物物件？台语叫啥物物件？台语叫做，当来咱的港语，你会看到讲，台语叫做白鸡油，这是树仔。你若去 Google 白鸡油，迄毋是鸡油，迄毋是鸡油的一种，毋是咱食的啦，莫啥物拢想着食，对无？吼，迄是树啊，光蜡树的台语叫做白鸡油。是安怎？因为鸡油菇爱食白鸡油，安尼有合理无？安尼有合理无？有食物链无？有对无？吼，啊鸡油菇啊，伊的幼囝叫啥物物件？鸡油菇啊，就是独角仙有无？鸡油菇啊，也是鹿角菇的幼囝，就是细囝迄拿糖的面，哇，拿糖足大，足粗的哇，遮粗哇吼，安尼一菇安尼，迄叫啥物物件？你敢知？所有的菇仔类就是食虫类，食虫台语叫菇仔有无吼？菇仔吼，咱昨讲啊吼，人咧认捌新的物件，爱对原本熟悉的物件做基础去认捌，对无？所以你看，咱台湾先认捌菇。菇啊吼，啊所以讲，迄壳共款定袂输，哪有派一个菇的壳的，叫做菇啊有无？所以咱的迄个菇仔的号名是伫菇的后壁，对无吼？啊遐个菇仔就是啥？就是食虫类，食虫类咱台语会叫做菇仔，有无？有完全即两工讲的物件有互相呼应，有无吼？菇仔，好啊这鸡油菇仔吼，伊的幼囝，所有的大只迄种菇仔类的幼囝，拢叫做啥？拢叫做鸡母虫，你知拢叫做鸡母虫。啥叫做鸡母虫？因为鸡母真爱切，鸡母真爱切，真爱食。啥咯？迄只肥着食落来 QQ 嫩嫩个营养，哇！所以迄鸡仔吼上爱食这对因来讲是最营养的物件，所以叫做鸡母虫。吼，鸡母爱食鸡母虫，大汉以后伊就变鸡油菇啊，爱食白鸡油。安尼有食物链无？有嘛，对无？食物链拢走出来嘛。咱日常的，啊，你若华语咧？光蜡树、独角仙、母鸡、独角仙幼虫，拢无关系对吧？你应该是四种物件完无啥物关系对吧？是不是安尼？但是你用台语念啦吼，你看鸡母爱穿鸡母虫，啊鸡油菇爱食白鸡油，鸡母虫大汉变鸡油菇啊，是不是看起来就是拢有关系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才讲啊吼，你若用台语去甲念啊吼，啥物物件拢有关系，但是你若用华语去甲念咧。
啥物物件拢无关系，我是讲台湾的物件啦。你若去念中国的物件，可能就有关系，对吧？是不是？现在公鸡不喜欢吃。哎，你看，对不对？这个创啥咧？你看这个影片就是啥？你看，因为伊加油牛仔咧食这个白加油对吧？会食对吧？哦，啊这虎头芳啊，这虎头芳不是干那食肉尔，伊嘛爱食这甜甜的啊。像你感觉干那会食肉，你无爱食甜的，你食肉食了嘛是爱食一个迄个甜咯，对吧？那伊嘛爱食，但是啥？加油牛仔会甲赶啦，有无？伊也毋惊定啊，伊脚才定，伊就用手甲骹甲掰哇。这是我翕到的迄个，我翕到的影片啦。我伫迄个台湾录到的迄个影片。所以真的啊，伊会甲树啊白加油加一零，哇！咱头拄有看到迄一零哇，迄就是加油牛仔加的啦。加油啊，伊为着要食迄个汁，伊会甲树皮加安尼一零安尼。哦，台语叫做一零有啊，吼一零就来长长安尼，哦，安尼啊来食即个物件。所以恁看，哦，恁看。你若用台语认捌的世界，甲用华语认捌的世界，是毋是无啥相像？是毋是无啥相像对无？你若用台语去认捌遮个物件、遮个动物、遮个食物，你认捌到的物件、知识的物件，甲用华语是完全无共款的。啊，佫来吼，来桑树对无？哦，以前小学生上爱饲啥物蚕宝宝对无？吼，是毋是安尼？来桑葚的台语你哪讲？生水来有3种真正听到的，生水的野手。生材的野手，腌酸仔的野手，嘛有对无？你看拢有对无？吼，因为迄桑葚啦吼，伫台语内底有三种较普遍的称呼啦，毋知佫有无啦？吼，因各地称呼可能无共。生水，哦，生水、生材、腌酸仔，拢有人叫安尼啦，吼。但是迄是果实哦，伊会籽，伊会当食的对无？吼，啊，伊的叶仔叫啥？桑叶。桑叶是华语啊，桑叶是华语啊，华语就会叫桑叶，华语是桑叶、桑葚、桑树对无？听起来是共一丛对无？台语听起来无共丛哦，台语迄是生水、生材、腌酸啊，但是叶啊，头拄有讲着对无？啥物叶？牛仔叶啦。桑叶叫做牛仔叶哦，桑叶叫做牛仔叶哦，牛仔叶。但是伊的迄个啥，伊的籽叫做生水哦，听起来是无共，完全无共的物件对无？你斗袂起来对无？你会知影是安怎？因为伊要表现食物链的关系。牛仔叶啥物人爱食？牛仔爱食牛仔叶啦，对无？啊，牛仔是啥？蚕宝宝啊，蚕宝宝的台语叫做牛仔嘛，哦，伊的量词是一啥？一只你会叫阿嬷拍，你会叫阿嬷骂，我就讲迄一只，安怎阿嬷？什么一只？哦，你一只。因为吼，因足重视迄古早是摕来做迄个衫的嘛，吼，伊透丝啥，所以吼足重视这，足要的物件，伊就袂用共款的称呼，家己甲其他的糖共款称呼安尼无，伊叫做啥一身。哦，身。有无？一身牛啊，有无？哦，一身牛啊，伊就甲叫做一身，袂输那布袋戏啊，敢是。哇，一身有啊吼，一身牛啊安尼吼，一身。好，牛啊爱食牛仔叶啦，啊生水生材啊，啊啥咧食？人啦，咱咧食对无？所以吼，伊就甲好无共名，因为就要表现啥？食物链。哇，所以你若用台语去甲认捌即个世界，你会发现讲啊吼，世间万物拢有关联，对无？啊，你若用华语去认捌即个物件。一只无共款，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吼，你会发现讲，生活无共款，这就是讲，你用台语，毋是干那伫咱讲的遐人文的物件，伫自然生态这边学台语嘛是有意义的。啊，我毋知英语安怎啦，我英语佫无国语较好啦，吼。有可能会当去研究看卖讲啊吼，你英语这边咧表现即个美国在地有种的词，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关联性安尼，但是台语内底是足济啦，包括吼，咱这讲袂了啦，吼，这讲袂了安尼。所以食物链的物件，咱就先讲到这，这是第一项优势。吼，第二项优势就爱讲啊吼，就爱讲啥物件？愈亲的语言就分愈有。第二个物件，就是讲，迄个大自然的环境有足济种的对无？世间足济种的对无？台湾若讲沙漠的物件，敢会讲了济，敢会分甲足有路的。无可能，因为台湾无沙漠，对无？吼，无沙漠，落雪所在的动物，台湾敢分甲足有的，嘛袂，因为台湾无落雪，对无？所以每一个语言，你来看迄物件，动物若分甲愈有路的迄个语言啦吼，表示迄个所在
在地啦，愈侪即类的动物，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中文头咱讲螃蟹有无吼？啊，即嘛螃蟹嘛，螃蟹嘛，螃蟹，全部拢螃蟹对无？大家拢生做共款，啊，咱台湾就会分足侪种的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因为但是咱无螃蟹，台语无螃蟹呢，无螃蟹的台语是啥？毛蟹是螃蟹啊，金仔就毋是螃蟹咯。鳍啊，啊，鳍仔是螃蟹，毛蟹就毋是螃蟹咯。螃蟹是一个中称，你知影？所有的迄类拢安尼叫做螃蟹。但是对台湾人来讲，对台语人来讲啊吼，迄大家拢无共款啊，拢无共种。你会当分做三种啊，金仔类、鳍仔类、甲毛蟹类。啊，哪会甲这三种完全无共的物件，用共一个名去甲叫，无可能对吧？所以世界观无共。你若用中文的世界观，大家拢共款。你若用台语的世界观，分三类。有无？是毋是安尼？当然，你讲老师有啊，梭子蟹就是鳍啊，啊无毋对啦，迄是学术。但是一般人袂安尼想嘛。但你若用台语去念，自然毋免受过教育，你嘛知影这三种是无共的，是毋是安尼？一个爱受过教育才知影，啊一个是无受过教育就知影，迄优势就伫遮。好来，所以吼，咱来讲伫上面开始讲起咧，愈深的语言分愈有啦吼。我前2日啊吼，坐船去。Boston 外海看海洋啦，看鲸鱼啦，好，大家先甲大家分享一个啊，即个影片安尼啦，吼，影。These certain behaviors we see on less than 10% of our trips. We've already seen several throughout. You guys are 哇，吼，这是其中一个影，一支影片啦，吼，咱就莫分享伤济安尼啦，吼，其实有翕到骨力只，骨力尾安尼啦，吼，就是迄个足近的所在，安尼吼，哇，这感觉吼，所以吼，啊，这物件要哪叫？这台语要哪叫？伫咱 Boston 就看会到啊，对无？边啊，伊其实船驶去迄个 Cape Cod 哦，鳕鱼峡的西北边一所在所在，伫遐看到的。吼对啊，所以伫 Cape Cod 无念嘛有船去看迄个物件，吼，好，恁机会应该真济，好，后来，啊，所以鲸鱼海豚的台语要哪讲？系啊，恁知影吼？鲸鱼啊吼，鲸鱼叫海昂嘛，对无吼？恁知影嘛？啊，海豚叫啥？海猪啊，对无吼？你看哦，海昂、海猪啊，就是对台湾人来讲啊吼，伊是毋是鱼啊？海昂甲海猪啊是毋是鱼啊？毋是啦，海洋甲海豚是食灵的，鱼仔毋是食灵的，对吧？伊是哺乳类，对吧？伊是哺乳类，对吧？伊是哺乳类，伊是食灵的，对吧？伊海洋海豚是食妈妈的灵的，伊毋是鱼仔生出来就歪插伊，家己孵出来，家己安怎，家己，伊毋是嘛？伊是，所以伊毋是鱼仔，对吧？对台湾这种海洋文化国家来讲，伊分解最清楚的，毋是鱼的，袂甲叫做鱼仔，原则上袂甲叫做鱼仔，所以你看，迄个啥鲸鱼。中文是毋是叫做鱼对无？章鱼是毋是中文讲叫做鱼对无？哦，是毋是安尼？迄只要海底想的拢鱼啦，对无？章鱼、金鱼、什么鱼哇？墨鱼对无？墨鱼就是咱目睭啦，哦哇，目睭啦透抽哇吼，什么拢叫做鱼啦？海面想的全部拢叫做鱼啦，无骹拢叫做鱼啦，哇！有骹啦，迄头足类嘛有骹，不管反正拢叫做鱼。但对咱来讲啊吼，迄最重要的，所以咱袂介意叫做鱼啊，你知影？所以你看海洋海猪啊，对无？海洋海猪啊。章鱼台语叫啥？塔扣啊，塔扣啊，吼，阮细汉拢叫塔扣啊，平湖迄个叫石龜，石具，嘛有人嘛有口音叫石雞啦，哦啊，我听到是石龜安尼，哦，塔扣石龜，嘛无魚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哦，是毋是安尼？好，所以啊吼，来，所以咱台语，因为这甲台湾足亲，海洋文化甲台湾文化，你伫语言就看会出来。中文内底对马分甲足幼路的，什么乌色的马，有无吼？白驹过隙，有无？迄个驹就个无共款的马，对无吼？还是什么黄骠马，迄个骠就个无共款的马，有无？因对马啊分甲足幼路的中文，因为伊是大陆国家，对无吼？因为自然环境有足侪马，吼分甲足幼路的。但对咱来讲是拢马，但是咱对海洋生物分甲足幼路的，因对海洋生物拢鱼啊，我迄拢鱼对无？海面上的拢鱼。但是对咱来讲吼，咱着海啊海底啊对无？但是佫有一个物件，有一届啊吼，台湾博物馆吼，伊要拍电影，吼，哎呀讲啊吼，老师，白海豚的台语要怎讲？白海豚台语叫啥？咱头讲海底啊对无？啊，所以白海豚你若照直角甲想来，是毋是北海底？对无？是毋是安尼？北海底啊对无？当然你即摆讲北海底啊，大家拢听有啦。问题是古早是袂安尼叫，啥都袂安尼叫，你知影？
因为你袂号一个海猪仔甲白海猪仔来做对照，对无？白海猪仔甲啥做对照？有白海猪仔，就要有红海猪仔、蓝海猪仔、青海猪仔、乌海猪仔，有无？伊一定要有至少有另外一个色，伊才会去分嘛。无伊无代无志，袂讲白海猪仔甲海猪仔，对无？恁知影我意思无？所以有红柑就有青柑就有白柑，对无？是毋是安尼？我就这我讲了有一届，我去食日本料理的时候，伫台湾。伊就讲问我，有啥物较青的迄个海沙西米安尼啦吼？伊甲我讲吼，这个生鲜啊，我今仔日啦吼，我也早都有怀疑讲，我们今天的虱鱼很新鲜呐，吼，一个鱼字边，搁一个鳃嘛吼，虱鱼。恁敢知影虱鱼是啥？毋知影着，我嘛毋知影。我讲吼，我想想虱鱼。你用阮听有的话甲讲好无？就是伊有发，伊讲你想想青柑啦。哦，青柑，你就算毋捌食过青柑，你嘛食过红柑对无？你嘛知影讲，迄个口食起来是差不多的肉对无？你就通去联想讲，哦，青柑是滋味是安怎？你就通我就讲好来一半，对无？是毋是安尼？有华语讲咱拢毋知影，对无？你讲我们今天有红心梭子蟹，什么蛙哥对无？所以无可能迄个，所以咱台湾吼对海了解的好来。所以若有白海猪仔，就爱有乌海猪、红海猪啦。亲像红柑就安尼食，但是有无？有乌海猪、红海猪、蓝海猪，拢无嘛，对无？所以我就去查，你看，我就去查，查着什么物件？查着什么物件？所以要安怎叫啦？恁知影海洋甲海猪仔是共类的，海洋甲海猪仔是共类的哦。共类就是体型大小来分，大小、体型大小，体型大小来分。较细尾就叫海猪仔，较大尾就叫海洋，干那安尼尔，干那安尼尔，事实上伊无任何分别。毋过，佫有另外一个两个趣味的地形。恁知影海猪仔会食毒无？海猪仔会食毒，啥物物件有毒？来，即个所在吼，歹势啦吼，因为有诶物件是临时想到的，所以吼，讲义内底无一定有相片啦吼。即个物件是毋是有毒？即个物件是毋是有毒？对无吼？即个物件对无？即种物件吼，即种物件中文叫做河豚对无？所以说，伊就是活伫海里，伊是海里，对无？就是嘛是叫河豚，对无？毋知是安怎？台语安怎讲？你知影？刺龟。水啦，刺龟有刺的鸡龟啊，有刺的鸡龟啊，有无？刺龟，龟毋是龟哦，是龟圆龟的龟啦。你若要写汉字，刺龟、刺龟、鸡龟啊，鸡龟啦吼，伊是有刺的鸡，伊本来是安尼。若拄着敌人的时，伊就变安尼，伊就甲水吞入去有无？你若注意看吼，有一届吼，阮就甲伊浮起来。浮起来以后是安尼对无？看看翕相以后就放转去对无？放转伊就过一时啊吼，伊就这样浮伫海面，因为伊安尼就浮伫海面。了以后伊就安尼，就吐水出来，你知影？吐水出来以后，伊就变细就变来收走伊安尼，迄个刺龟。但是刺龟是毋是有毒对无？有人讲吼，我无性命嘛去食刺龟，因为安怎？足好食，日本人啦，日本人，日本人。你若去看一部电影叫《送行者》啦吼。送行者，迄音乐足水的，有无？音乐足水的，迄大提琴，迄车花吼，下甲足好的。迄内底就讲因咧食刺龟啦，我无命嘛爱食刺龟，因为足好食啊。但是伊有毒啊，海猪仔怎算伊？你知影？海猪仔吼，就甲含咧，含咧哦，你袂海面看啦，迄海猪仔甲含咧以后伊有毒嘛，对无吼？但是头伊袂死，因为伊甲含咧，伊无要甲规个吞咧，伊嘛吞袂落，但是嘛袂擦着。输迄个毒了后啊吼，输到有够硬来就等候其他的海猪仔，海猪仔拢一阵一阵嘛，伊袂一只出来嘛吼，伊袂一尾，伊就是一阵一阵。大家拢输了以后吼，就忙啊，袂出食毒安尼，就浮伫海面袂受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海猪仔足神奇的所在，这叫刺龟啦吼。若讲到海翁啊吼，上厉害啦，恁知影shark大白鲨有无？上大只的迄个会食的鲨鱼对无？伊上惊啥？你知影？伊上惊就是，迄个啥？迄个海岸虎鲸啦，虎鲸。吼，因为是安怎？你知影？我问恁啦，外观看起来，毋是鱼仔，甲是鱼仔差别上大伫倒位？你若去看海岸，你若去看海岸，吼，海岸海猪仔甲鲨鱼，变啊大只的，你看伊的外形差上侪伫倒位？牙齿。喙齿，你远看袂到。对，你远看袂出来嘛？哦，远看。嘴型，但是有更较明显的所在。体型吧。我恁去看一下哦，鲨鱼甲毋是体型嘛差不多的，我恁去看一下即只海。These surface behaviors we see on black-tipped pepper
其实佫有其他佫较明显的，但是我无看到。好，咱来中昼休困的时间再来找互大家好啊。迄个啥？伫倒位呢？尾流。尾流是安怎？因尾流有啥无共？有人知无？鱼仔的尾流是安尼，鱼仔的尾流是安尼哦。吼啊，海岸甲海底仔的尾流是安尼哦。但是是安怎？你知影？照自然科学来讲啊，吼，伊若无特别的功能，袂生做安尼啦。伊若生做安尼，一定有特别的功能，因为伊爱食奶，伊是哺乳类对无？哺乳类，哺乳类的动物上重要是啥物件？毋是食物件啦，人无食物件会当冻偌久，嘛会当冻几6工对无？嘛毋是啉水啦，无啉水上无嘛冻3工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啥物物件一时啊就死啊？无空气啦，无输空气，5分钟你就翘去啊，10分钟你就翘去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对哺乳类来讲啊，吼，伊不管偌高长、偌高紧开，伊总是爱浮起来水面换空气有无？是毋是安尼？换空气。所以吼，迄海翁啊吼，对伊来讲上重要就是啥物件？伊迄起来水面换空气啊，伊若无输着伊就死啊，对无？是毋是？所以伊的尾流一定爱经面下面，因为安尼话会当经起来对无？啊，对鱼仔来讲，鱼仔先来尾流生做安尼，伊也毋免换空气啊，伊毋免起来啊。但是对伊来讲，伊要安尼闪，真重要对无？所以伊的尾流是安尼，对无？是毋是安尼？啊，搁来啊吼，所以你知影刷鱼啊吼，伊就安尼收对无？吼，啊，迄个海翁啊吼，迄附近要甲食的是，伊就2尾哦。一尾起哩一尾乱，一尾起哩一尾乱，因为伊的尾流是安尼，所以起哩乱对吼。啊，伊会变成海就安尼更有无？啊，迄尾刷鱼就冰岛，你知影？啊，鱼仔若冰岛就死啊，对无？所以刷鱼啊吼，伊若冰岛巴肚向面顶是伊就袂叮当，伊就袂叮当。啊，袂叮当的时啊吼，遐个海翁啊吼，就来夹，啊，伊看伊夹甲足准的哦，夹伊的肝的所在，甲夹一空。啊，敢若甲肝竖出来，敢若食迄肝，因为肝上软、上营养、上肥，对无？因上爱食，啊，其他拢无爱。咱讲咱人类啊吼，掠鱼翅，敢若挂鱼翅，对无？啊，因为海翁嘛共款，敢若竖肝尔，应该合作对无？咱摕鱼翅，摕肝，袂无菜，我来讲笑诶，这拢做残忍诶，这种真正做残忍。好，所以呢吼，这个就是迄个啥，海翁甲鲨鱼。有是鱼啊，甲有是鱼啊，其实有足大个无共。好，啊，若伫台语内面咧，吼，伫台语内面咧，吼，好，咱倒来北海豚，倒来北海伫台语内面。所以我就去查资料，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这官方的网站对无？台湾官方的网站对无？即只华语叫做小抹香鲸，但是啊吼，咱台语袂叫伊小抹香鲸，无人插伊，无人知影小抹香鲸啥。咱台语叫做透喙蚵，透喙蚵，啥物叫做透喙蚵？你知影？因为这种蚵有蚵喎，一个鱼佮一个我喎，蚵喎，蚵鱼就是鲸鱼海豚啦，鲸豚咧齿鲸，伊海仔有2种，一种是喙齿食较大尾的，迄有喙齿较大的，一种叫须鲸有无吼？齿鲸类拢叫蚵，食有喙齿的啊，有喙齿的安尼夹的，迄种叫做蚵，吼，迄种叫做蚵。啊，须鲸反须鲸哦吼，来，所以吼，你看伊叫透，啥物叫透喙蚵？你知影？因为伊若拄着危险的时，伊会放红色的屎，伊的屎是红色的，你知影？啊，甲火，啊，甲伊拉了以后，迄附近的海规个拢红落对无？啊，人是毋是看袂着伊对无？看袂着伊就走去啊对无？但是渔民看着红，是讲迄啥？吐血啦，就讲迄吐血。渔民看着红，就讲迄吐血咯。哎呦，拄着危险，惊甲吐血，哇，是毋是安尼？所以吼，就叫伊吐血蚵。最后虽然知影是伊的屎啊，但是名已经叫落啊，对无？啊，叫落就袂改啊，对无？吼，是毋是安尼？你孝乳的时叫做啥物孝乳？你老以后敢会改名？袂嘛，对无？就叫啥？嘛是共款嘛。所以，迄个蚵啊吼，吐血蚵就叫落，所以即尾鱼啊，叫做来对我叫做吐血蚵。透喙蚵，这伫台湾边啊，足常看着哦。看着伊创啥？靠刷，靠刷就是啥物件？搁浅，搁浅就是靠着刷有无？靠沙，汉字写起来就是靠沙，靠在沙的。伊就是靠伫沙遐有无？靠刷啊，就是搁浅啊，对无？靠刷，啊，若搁浅伫礁石里面叫靠搭，礁石啊，靠礁，哦，就是靠搭，然后靠刷，哦，就是即尾，哦，好，伊个吐血蚵，啊，即尾咧。即尾的台尾附近，你看台语叫做乌蚵，有无？乌蚵，乌色的乌鱼啦，乌蚵啦，有无？伊规尾拢乌，有无？乌蚵，是毋是？你看，咱渔民拢叫伊叫蚵，对无？是毋是安尼？叫遐，头拄仔是吐血蚵，即个叫做乌蚵，吼，
啊，即个咧，即个什么朗氏汇金，即种诶，哇，即个一个就先海底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我就甲你讲，海底啊甲海洋是共一种物件，伊大只，若超过一定诶迄个 size，咱就甲叫做海洋。若较细只，较细只就叫海底啊，安尼尔。所以拢共款啊，即共一类诶。吼，来，朗氏汇金，吼，叫做啥？幽鹅，幽鹅。哇，幽鹅，所以你若安尼查，你就发现讲吼，什么瑞士海豚有无？叫做灰熊鹅，对无？叫做灰熊鹅，嘛有人叫伊大头啊，因为伊个头壳壳有无？壳头啊，壳壳有无？吼，壳壳诶，哦，这鹅，哇吼，这海豚啊，海底叫做鹅，哦，啊这什么海豚？佛氏海豚，无要紧啦，粉喙鹅，哦，粉喙鹅安尼，哦，粉喙鹅，哇，你会发现讲啊吼。你会发现讲，所有只有喙齿的齿鲸类，拢叫做鹅鱼啦，吼，拢叫做鹅啦，毋是鱼啦，鹅啦，拢叫做鹅。所以安怎？所以咱就会知影，白海豚的台语应该安怎叫？白鹅嘛，因为头拄有乌鹅无？有对无？有乌鹅，佮有粉喙鹅、粉喙对吧？吼，灰熊鹅，啥物幽鹅，拢有啦，所以伊就叫做白鹅就好啊啦。所以你看，咱台湾咧称呼这啊吼，足趣味的。啊，过来，但是，所以中华白海豚有无？啊，你看迄个官方的网站就写啥？白鹅，对无？白鹅啊，但是伊佫有另外一个名叫妈祖鱼啦，啥人叫妈祖鱼？恁知？产在马祖。毋是甲地名的有关系，是甲神有关系。妈祖会生一个事啊吼。迄到位啊，哦，就是咱咧行妈祖大甲妈，迄骹头啊，伊拢会收过来台湾即边即附近，啊，所以叫伊妈祖鱼，袂输咱来讲妈祖足收咧安尼，所以嘛有人叫伊妈祖鱼安尼啦，吼，有啊吼，是毋是安尼？所以就是甲季节有关系，因为伊是收来收去的嘛，伊袂固定伫一位安尼，哦，爱了解啦吼，好，所以白鹅，所以你就知讲台湾话咧号名啦，吼。台湾话咧号名真新鲜，但是敢若齿鲸哦，须鲸有另外，你甲注意看哦，那这啦，全世界上大的动物，伊比任何动物拢更较大，伊是全世界上大的动物，对吧？吼，伊就叫海洋，无其他的名，对台湾人来讲，这就海洋。吼，有喙齿的吼，会加的吼，拢有叫鹅对吧？啊，大家拢有家己的名，叫鹅，啥物鹅，大家拢有家己的名，啊，迄细鱼仔囝对无？细鱼仔囝，大家拢叫海洋，海洋。啊，过来咧，过来小须鲸，你看，小须鲸，来，海洋啊，对无？这须鲸，大家拢叫海洋，卖分啦，无分啦，是安怎？比较大只，比较少。较大尾，须鲸较大尾，但是某时阵外海看到是须鲸。阮坐船出去看拢海洋，所以无法度叫伊啥物鹅，因为台语拢叫伊海洋。所以我去遐看到两三种海洋，我嘛敢来咱讲海洋，因为须鲸台语全部拢叫做海洋，无分。安尼你就知影台湾的渔民掠着倒是种鹅啦，对无？迄鹅就是咱掠着，迄种挖咱台湾较近的所在，较常看到的。啊，若迄即种较大尾，迄着台湾附近啊吼，较远才有啦，知影？所以渔民较无法度掠着即款的。所以你若干来看迄动物的分类，幼鹿甲无幼鹿啊吼，你就会知影讲啊吼，这叫做这咱台湾有出产无啦？哦，这咱台湾有出产无？所以有一年过年的时啊吼，有一年过年的时，我厝边一只我烘肉，你听，有烘肉，我问我要烘啥？伊讲吼，咱来烘鱿鱼好无？我讲烘鱿鱼。伊就咧讲吼，人隔壁，阮就咧讨论要烘啥，啊，隔壁咧烘鱿鱼。我讲来，咱中秋节烘诶，你有菜市啊食过烘鱿鱼无？夜市啊啦，烘鱿鱼对吧？吼，啊，你伫迄个烘肉是中秋节，咱昨讲中秋节烘肉是北控二大经济起飞以后诶，对吧？吼，中秋节烘肉你有烘过鱿鱼无？有人烘鱿鱼，我讲吼，我拢讲迄拢毋是。因为我卖鱼仔的，我哪会毋知影？我讲你卖鱼仔，你也无卖即种软的即种的啦。啊，我学语言的，我伫语言就知影毋是鱿鱼啊。像我伫语言就知影毋是鱿鱼啊。它不是鱼类。它不是鱼类，真重要，这是一个美感。来，我问你哦，迄种头壳软有无？啊，骹有足侪支的，有8支有10支的。鱿鱼，鱿鱼、塔壳、白沙拉、
卵丝啊、花枝、透抽、素光啊、目豆，足侪种的对吧？吼，足侪种的对吧？敢若一种台湾无出产，倒一种。酒鱼台湾无出产是安怎？你知影？你对名就知影，因为我头仔讲台语安怎，袂甲毋是鱼仔的安怎？叫鱼啊，叫做鱼仔对无？但是有一只就是叫做鱼仔啊，毋是鱼仔就甲叫做鱼仔袂使。鰍鱼啊，对无？你就知影鰍鱼即个名一定是中文来的，对无？是毋是啊？咱昨有讲过语言，外来语的对外来语的，咱看出伊当时来台湾的，对无？啊，迄鰍鱼就是对，一定是对中文来，因为中文甲真济毋是鱼仔嘛，拢叫做鱼仔，对无？所以一定中文来，啊，一定中文来，表示台湾安怎？本身是无的物件，所以拢直到着阿根廷啊，对阿根廷啊遐嘛，吼，迄掠长遐嘛，所以。啊，外来进口的迄是足贵的对无？你有食过鰍鱼蒜无？迄过年才食会着对无？吼，梨肉鰍鱼蒜有无？酒家菜有无？吼，梨肉鰍鱼蒜，足好食的有无？吼，啊是你迄啊，宜兰啊吼，宜兰有一搭咧卖迄个红糟鰍鱼的，迄拢足贵的咧，迄一包啊吼300箍，吼，啊你夜市啊食迄个什么鰍鱼蒜啥，迄一碗就100外箍。伊迄进口足贵的咧，伊哪有可能一尾伫遐烘，佮卖去50箍、80箍？迄啥你知？迄透抽啦，迄透抽啦，透抽咱台湾足济啦，啊伊拢毋知影嘛，伊分袂清楚，拢讲即个鰍鱼嘛。但是其实台湾迄金仔类的迄鰍鱼，迄拢分甲足清楚的啦。啊，你知影要哪分无？无时间啦，我想要留一寡时间介绍白话字。啊，所以吼，咱先直接莫去看资料。我原本有要甲大家看迄个啥，台语听有无的迄个鰍鱼的，但是即摆吼，网址互你家己去看就好啊。网址互你讲义啊，家己去看，啊是你去查 YouTube 查迄个台语听有无海洋生物，海洋生物，你就会看到。伊毋知是安怎伊个标题甲或者海洋生物明明迄集是咧小解各种迄变哪分啊？爬起开叫做塔壳。塔壳是平湖叫做石龟，对无？咱头仔有讲对无？来，我互大家看一个石龟。石龟平湖人上老甲伊创啥物？你知影？这是我旧年热天去平湖的时翕的物件。哇！这叫做石龟卤肉。你有看到这伊个骹无？你有看到这伊个骹无？塔壳的骹，塔壳的骹有无？伊甲迄个平湖出，因甲塔壳叫做石龟嘛。石龟因甲伊烘互焦，有无？一片一片有无？吼，啊，若要控肉的时啊，吼，会甲拗规片啊，吼，啊，等入去做伙控有无？啊，控甲绵，所以控肉内底就有迄个啥石龟的味安尼，石龟香味，所以山珍海味啊，就是因讲的啦，对安尼做伙控嘛。所以平湖的石龟控嘛，好无吼？所以因平湖内做，啥叫石龟？你知影？迄个龟就是龟，因为吼，你若去掠，伊会秘伫石头旁内底。吼，迄塔壳会秘伫石头旁内底，吼，你着爱甲掠出来是，伊着硬死无爱互你掠，所以叫做石龟安尼啦，吼，有无？吼，安尼了解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这就是迄个啥石龟啦，吼，啊有真侪物件吼，咱因为老师等下要来甲大家小解一下白话字咧，所以我想要留半点钟来小解，吼，所以咱其实啦吼，结论就是啥物件？结论就是啥物件？咱昨讲语言甲文化历史有关系对无？其实语言因为是即块土地发出来，所以嘛会甲即块土地的自然生态有密切的关系。嘛是讲啊吼，所以讲无共语言的人咧认捌即个世界时，伊的迄个啥，伊的知识、伊的思考的方向嘛会无共款。你看吼，台语啊吼，台语不管是海底啊是海岸，拢叫做鹅对无？咱头仔是有看到拢叫做鹅对无？吼，啊，这有符合自然生态内底，咱头仔讲的。海底仔甲海仔其实是共一种物种，其实只有大细的分别安尼尔，对无？所以对咱台语人来讲，真清楚即个概念。因为是安怎？因为拢叫做鹅。但是啊吼，咱台语若此经甲虚经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台语内底海岸，遮个拢是海岸，无其他的物啊。但是遮个拢有叫做鹅，对无？此经虚经，所以对咱台湾人来讲，分甲足清楚的。啊，若讲到 crab 来讲啊吼，正水会叫毛蟹。正水甲咸水是绝对无共款的，对无吼？啊，蚶仔、翅仔嘛无共款，其实佫有分公母啦。我简单甲你讲好啊，无时间啦。红蟳就是母的，所以咱讲食红蟳有无？啊，处女蟳嘛是母的，有啥物差别？处女蟳是无拍种，无甲人拍种啦，细只的啦，
无拍无拍种啊吼，伊的卵就袂食钱，因为伊的卵高，伊的卵就水水。你若拍种以后，恁听有拍种啦吼，拍种以后啊吼，伊的卵啊吼，就会变甜，就会变钱。所以红金钱有无？红钱食钱，公母的食钱，公的食膏。母的食钱，公的食膏。钱仔膏，钱仔膏是啥物件？公的，讲诶，你都毋敢食，对无？青青虾啦，就是咱食迄个虾啊吼，食虾啊，食迄个钱啊有无吼？内底吼，若有青青绿色迄啦，青青迄，迄就是膏啦，迄就是钱仔膏啦。啊，若红金钱，就是你食米糕的时，迄柑仔色、红色，迄定单，足好食 QQ 迄哇吼。所以母的食钱，公的食膏，啊红金膏，公的膏，就是迄个啥青青迄啦，吼，就是青青，啊，迄就是公的，拍种要用的。恁知影就好啦。你食乌鱼标嘛是啊，对无？乌鱼标的标嘛是迄啊，嘛是公的迄拢共款啦。母的有乌鱼子对无？公的有乌鱼标，就是安尼讲，安尼了解啦吼，毋免讲甲伤清楚啦吼，你知影啥？所以菜钱就是公的，啊公的会当食膏，伊是共一种哦，共一种，公的叫做菜钱，母的呢还袂拍种叫醋卤钱。啊，若拍种以后，伊的卵就会变甜，就咱食迄叫红金钱啦，吼，钱有无吼？红金钱，所以莫阁讲红金膏啊，莫阁，迄是华语拢食哦，蟹膏有无吼？蟹膏正饱满，迄是中国人，莫讲中国人，安尼想，华语的称呼啊，反正伊就是有拍种无拍种，拢叫做膏嘛，对无吼？伊就无分，但咱台语分较足有路，足清楚的，会食饲的，有拍种过的迄钱，啊，若无拍种的叫做膏，安尼了解啦吼，所以你用倒一种语言去入捌即个世界，你干那你毋免特别学，我讲的是毋免特别学啦，一切拢会当受教育，对无吼？这当然咱知影嘛，这无差每一种语言都当受教育，但是伫拢无受教育的情形之下，你用啥物语言的人，伊对这个世界动物食物的关系，吼，也是讲因家己本身的分类，会无共款，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甲台语保留落来，你着加保留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看世界入捌周围动物食物的方式，对无？是毋是安尼？啊，你若会晓愈侪种语言，你看世界角度就愈多样。你平平去爬山，你平平去海边啊，你看到这物件时，你的迄个啥，你头壳想到的物件，嘛会无共款，是毋是安尼？安尼咱的世界定着会更较精彩，对无？即个课的。讲到这，好，感谢。